来念经节，请我们注意来听。传道书12章1至8节，趁着你年轻时，要记住你的创造主；趁着衰老的年日未到，你还没有说活着毫无意思，而太阳、月亮、星辰还没有失去光辉，雨后的云彩尚未消逝时，你要记住它。时候将到，你的手臂要发抖，强健的腿无力，你的牙齿只剩几颗，难以咀嚼，你的眼睛昏花，视线模糊不清，你的耳朵聋了，听不见街上的吵闹、推磨或歌唱的声音，你听不到。但麻雀出唱，你就醒来。你怕上高处，走路也有危险。你的头发斑白，精力衰败，性欲断绝，再也不能挽回了。我们都向着最后的归宿地去。那时候，街上将有哀嚎的声音。那时，一链子断了，金灯台破碎了，井里的吊绳断了，水灌在井旁砸烂了。我们的身体将归还尘土，我们的气息将归回是生命的上帝。空虚，空虚。传道者说，一切都是空虚。愿听上帝的话，又信他的人得神的祝福。牧师所讲的题目是永生的盼望。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的出开头尾，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恭喜握手，不用握手。咱同心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知影，经历过一年疫情的影响，阮法度即摆坐伫遮，安然来礼拜，阮献上感谢。阮的少年，阮做阮的兄弟姊妹，因为身躯病痛的关系，无法度来到教会，向阮来做伙来敬拜，愿你来一直来保守伊，愿你信心的大开，咱来开阔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领受你对天顶来的命令，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有会友对牧师讲。牧师，咱基督徒如何看待死这项代志？的确，在每个主日的讲台，也是咱团契中间真少听到讲死亡这项代志。如果牧师特别讲，嘛怪怪。拄好听你照咱前眼讲的读经的进度，传道书今仔日有讲到参这个关系，所以牧师今日就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可能感觉怪怪，牧师，今天是大年初3呢。有人咧唱歌咧吼，对，等下牧师唔知要讲啥话吼，替牧师冒一身冷汗但是你新年的时阵，牧师感觉是真有意义的一件代志。传道书第3章开始讲，万行事拢有伊的定时，天下万事都有它的定时。凡事都有上帝的时间，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在上帝无限的永恒当中，显示出人在世上的日子是如此的短暂，又不确定。尤其当去年全世界因着武汉肺炎的攻击，特别显示出我们人的渺小。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一直可以操控很多的事情，对这个地球大肆的破坏。这个武汉肺炎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死亡的威胁。据目前全世界的统计，有1亿多人确诊，死亡人数也来到210万。那我们怎么还不谈死亡？我们知道疫苗慢慢被研发出来。但是没有人知道，
这场看不见的敌人的战争什么时候会停止？有人说1年，有人说3年，牧师有看一个专家讲说，可能要7年。哇，淑慧姐马上比7啊！不管是几年，死亡这件事情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恐惧，因为死让我们主观意识到我们会失去一切。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而且更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死后到底要去哪里？我记得好像是孔子说了嘛，哈，未知生，焉知死？在这个强调及时行乐的这个时代，活得精彩最重要。又有谁无聊想要去了解死的世界呢？尤其我们说华人传统影响很深，忌讳谈死。很多医院没有4楼，明明有4楼，但是电梯就是没有4楼，怕说了会有厄运，不吉利，一整年会有霉运跟着你。尤其是在逢年过节，更是不敢讲死。社会上不敢讲死，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被传统很久以来的文化所约束。我兄弟呢，细汉的时阵，你拜拜时阵，对阿嬷你拜拜时阵，我问阿嬷，咱今摆是拜先嘛？我一脚的手就挤过去，阿嬷马上手打过来，唔能讲，不能讲。我猜阿嬷也不晓得在拜什么啦，唔能讲。但是连在教会里面。死对大部分人其实也是陌生的。过去半年多，很多弟兄姐妹如果有到二滨，应该听了牧师讲了很多的告别式。所以在告别式的场合可以讲死之外，好像在礼拜这个时间很少讲。好像我们教会也存在着某一些的传统，没有人喜欢死的信息，它与我无关。离我很远，大家希望牧师讲什么？信心、盼望，不然爱的信息比较多。但其实，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述死亡的经文，其实超过谈性、谈爱的主题啊。所以谈论死亡的议题，对基督徒是有特别的意义。其实，当我们静下来思考死亡这个议题，其实早已如影随形跟着我们。尤其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意外事件频传。大家如果今天回去看新闻，单单这过年1个礼拜的时间，有多少意外的事件能发生？加上气候的变迁，要么很热，要么很冷。快速的年代当中，因着许多文明的产生，很多文明病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遭受很大的内心的一个打击啊！那个病痛连现在很多的医生都没办法治疗。医生是不是讲，你就是压力太大，你睡眠太少。你看买的周医生可是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子。当死亡这恐怖的敌人临到的时候，我们只能伤心哭泣，任他摆布，还是我们继续置之不理？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对死亡的不了解，死了到底要去哪里？许多基督徒也一样没办法接受死亡突然的临到。那你家衰了，连基督徒都这样讲。如果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离开，那又是情何以堪？受死亡的打击，走不出来，自暴自弃，甚至离开教会，离开上帝。当人不需要上帝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跟死人是没有两样的。死亡对他们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就如传道者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啊，一切都是虚空。今天牧师要透过传道书12章1到8节，今天大家读了这段经文，应该很少大家读过，有大家都用台语读过，但是北唯台语读不懂它的意思比较多。今天那个英英跟我很有默契哈，这个是现代中文译本，写得很白，让我们更了解这段到底在讲什么。如果我们可以了解死，那么活着这件事情所赋予给我们的意义就不一样。首先，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第3节到第6节，让我们知道其实是在描写什么？时间对人的杀伤力啊！我们一开始就听到伟丢了你讲啊，他一对今日的时光就有感受的，目睭一年就变老了。人总是觉得时间非常的多，青春无敌，以至于我们在世上耗尽一切的光阴精力去追寻世人所认同的一个目标。这好像也不能说不对，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去承担时间对我们的无情啊！大家知道，人生如戏啊，仿佛我们才弯下腰，一站起来，剧中人已经从年轻迈入什么中老人了。如今我描述了身体很多的状况开始起了变化。我想在场超过40岁的弟兄姐妹一定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感触。首先，头发开始慢慢变白，对不对？然后开始怎么突然间有老花，然后耳朵慢慢听不是很清楚，所以呢，嗓门变得特别大，因为你听无嘛，你在讲，嗓门就特别大接下来呢，牙齿慢慢掉，手臂开始慢慢无力，对不对？脚也无力，然后开始很多的病痛就开始来，走路越来越翘骨，不知不觉有越来越翘骨。这边经文还描述什么？天啊，袂光就要起床，为什么？天啊，袂光就要起床，困袂去。老人困袂去，咱等下咱有一个川普小组咱等下会看咱有一个川普咱看咱川普小组迄弟兄姐妹流拢流过去代志，拢流过去代志，老落啥流过去的代志。这道经文互人知影咱人真正是往哪里老？甚至是描写我们迈向死亡终点前无奈的一个光景。但是其实这段经文最重要的含义谈的是什么？时间的无情啊！如诗篇90篇10节所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又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可以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生命转眼就过去。我们都要成为过去了。时间就是这么快，时间就是这么恐怖。我们好像以为我们可以在这时间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抓到什么，但是辛苦了一辈子，死亡的丧钟，其实早已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响起。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今天传道书12章1节也说到，趁着你年轻的时候，要记住你的上帝；趁着你衰老的年日未到，你还没有说活着毫无意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会说活着毫无意思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大部分都是晚年的时候，很孤单。或者是什么病痛缠身，挖掉我艺术，所谓的厌世。可是现在不是哦，现在很多人
活着没有目标，所以也有可能是年轻人哦。我们都知道教会有社区关怀祭典，其中有一个长辈，一开始来一直常常跟大家讲：“我师父，我想要死，你有法度帮我祈祷我活着没意义，为什么？因为我是家里人的包袱。”这个长辈来的时候是80几岁，去年他走了，90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他都被外劳推着轮椅来教会。当他在坐轮椅之前，大概80年，他1年平均出国2次。可是当他身体摔倒之后，他推轮椅之后，他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伊感觉活着是找人的包袱，活着毫无意思。而经文里面所说的年轻，代表的有活力、有生命力。传道者鼓励我们要趁着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就是在有一靠谱的时阵，我们要紧紧抓住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啊！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甚至死亡会临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死只是临到别人呢。牧师今天讲的不会临到别人，也可能会临到我们。但是因着我们对神敬畏，神他就会成为我们一辈子的依靠跟力量。用现在疫情期间的用语叫什么？当我们认识神，我们抓住神，我们就是为生命这个事情怎么样超前部署啊？我们的信仰也要超前部署，而且这个是绝对有效的疫苗啊！我们现在知道各国都在抢疫苗，而且这疫苗的功效到底有多少，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抓住上帝这个疫苗绝对有效。我们又要如何趁着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来紧紧抓住我们的上帝，认识我们的上帝，和上帝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周报，前面建成教会的意象。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读经祷告，委身服侍，彼此相爱。读经祷告、委身服侍、彼此相爱，其实就是我们和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行动的指南啊。第一，读经祷告。人腰饿，不是因为无饼吃；人嘴干，不是无水通啉，是因为内心无听上帝的话。教会从2017年8月开始，我们推动每一天读经灵修的运动，搭配牧师在这个礼拜的找一段经文，在相同的经文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同经历被上帝话语的建造跟医治。世上的知识很好，它可以帮助我们如何的生活；世上的知识也帮助我们累积了很多的财富、成就，满足了我们的欲望。但是唯有上帝的话，才能喂饱我们干枯的心灵啊！我们这个生命需要上帝的话语来喂养。当有上帝的话语喂养的话，我们的生命才不会是空虚的空虚，凡事都是空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的事已经过了，一切都是新的。上帝的话就是基督。当我们常常在基督里面，基督也会怎么样？会在我们里面啊。简单来说，就是因着我们的生命跟基督耶稣连结在一起，你的生命就会起化学变化，你那个疫苗才会有用啊，才会起化学变化。我们的行事为人会越来越像基督啊，我们会成为基督的门徒啊。我们的思想，我们内心的盼望，会越来越有属天的思想跟属天的盼望。
第二个委身服侍。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离群索居，是一个人，而是需要实际参与在信仰群体当中，被学习、被造就跟训练。委身服侍绝对不是一个口号，更不是纸上谈兵，可有可无。我想做就做，我不想做我就不做。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外面看，就会变成只是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啊。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要投入的里面，投入的意思。因为你没有投入在当中，你根本看不清楚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就好像一节牧师以前都在厨房外面看知名牧师在做菜，看就简单呢。那料理清洗，我都没办法知道这个要去采买，然后在料理过程当中的清洗的脏乱，真是也没办法体会到他为家人准备那个晚餐料理食物，他是内心是多么的甘甜。委身服侍就需要我们自己要主动，而且持续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的一个参与。教会是我们属于的家，每一个人在家里面都要找事情做，不能回到家里面坐在沙发拿起报纸就看。这是较早吼，咱对咱大部人来讲吼，等于厝的吼上下班了拢有做代志，就是坐伫吼沙发上面看报纸。有没有这样的先生？有。对。我们没有一个人绝对是观众，没有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是旁观者。在团契的服侍过程当中，神迹就会出现。什么神迹出现呢？在委身的过程当中，会帮助你经历上帝，你会跟上帝相遇，上帝会开阔我们的眼界，上帝也会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真实的一个面貌。见人异常什么？每次每一遍每张落吼，你传话的时候拢会讲着，愈好势愈甘甜的一种美好，越服侍越甘甜的那种美好。第三，彼此相爱。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效法耶稣，效法耶稣放下身份，替门徒洗脚。甚至为了世上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份很特别的爱，这个不求自己益处的爱，这是一个牺牲奉献的爱。爱很不容易，咱台语讲爱，痛，爱到会痛的那种才是真正的痛。我口袋里面有1000块，给你10块，会不会痛？不会痛。我口袋里面有1000块，拿1000块出来奉献，会不会痛？会痛。听就是爱了会痛。爱需要很多的限制自己，而是成全周边的人。如哥林多前书13章很有名讲的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我们如何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去学习爱？我的大女儿子瑜跟我分享，爸爸她看到教会有好几个姐妹，她们真的是很爱其他的弟兄姐妹。牧师这样一提，你们就知道是什么。他限制他很多的自己，他们都不怕麻烦，去帮助很多我们眼睛看不见可爱的弟兄姐妹们，去带他们来做礼拜，又带他们回去。甚至看到教会那个厕所里面，有的长辈因为不方便，弄得很乱、很脏乱的时候，有人主动去帮他们清洗。子怡跟我说，他非常的感动，这个就是爱，爱你常常弄脏你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
唯有真实走在这条信仰的旅程上，生命不断经历被上帝修剪，才能经历到圣灵的喂养，你的生命才会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最后，传道书12章第7节这么说，我们可以一起看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哈。12章第7节说：“请我们的身体将归还尘土，我们的气息将归回赐生命的上帝。”人有一生，人也有一死。死后，我们的身体将归回这个大地，而我们的气息呢，将归回是生命的上帝。弟兄姐妹，这是多大的好消息！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死亡的最后归处是在哪里，并且基督徒知道这死是有价值的，因为永生的大门被打开。迄永远的门，因为咱的死拍开，那是一个永远生生不息的地方。那里才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都该向往的一个地方啊！希伯来书11章13节这么说：这些人都存着信心而死，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观望，且欢喜迎接。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居居的家。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哦，咱台湾有讲啊，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回到自己的家就是方便，尤其出外的游子们，没有一个人不想回家。对于很多北漂的北漂的人好像对南部或者是从外岛来台北的人会说会唱一首歌《台北不是我的家》。咱今日有一个对台南来台南来同弟兄，我用卖介绍，我无介绍啊。因为对台南来你咱正阳中华路教会的朋友，你讲故事，其实我是梨化街出生的，我心也是用梨化街的。伊虽然伫台南生活，但是伊的心，无算嘛是共款，我是平民出身。台北不是我的家。咱今在过年的时阵，火车票、飞机票再难买，我们都想办法要赶回家，和亲人团圆，吃团圆饭。今天是大年初三，大家也是回到建成这个良家，回到教会这个属灵的家，我们一同聚集敬拜上帝，一同享受在主里爱的一个团契，好不好？好。但如同希伯来书11章16节又说，其实这些人他们更羡慕的是一个更美，就是天上的家乡啊。在场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群奔跑天国的天路客。世上的家，不管是果窝，或者是金窝、银窝，或者是不管你是不是豪宅，或者是每个人你拥有人人羡慕的工作，年薪100万、200万、300万，甚至你享受在教会里面爱的团契。但是别忘了，不要忘了，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既然是寄居客旅，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好像我们去一个地方旅行一样。你会长期住在那边？不会，玩个2天3天。像我们今天子瑜一大早，他们跟一群朋友骑摩托车要去花莲，3天2夜。时间到了，他要不要回来？还是要回来。时间到了，我们还是要离开。传道书又说，上帝将永生安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上帝将永远的愿望放在咱每一个人的心内，以至于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想念回家的念头跟盼望。而这想念回了家，不是我老家，
也不是我台北的家，也不是在教会的家，是我们天上的家。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念天上的家，这会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在世上奋斗的目标，成为我们会不会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每一天都为了什么？为了回上天上的家嘛，我们在努力做准备，都如同历代的圣徒他们一样，他们努力的，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如我们见证过往的我们的那些长辈一样，他们一辈子的信仰，将自己全然的献上。死亡虽然恐怖，但死亡这件事情却帮助我们看清楚许多实际存在的一个面貌。什么东西呢？让我们看清楚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我们一直以为很多的名声、很多的财富很重要，但这死亡帮我们看清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死亡也让我们更珍惜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每一天，就如新春礼拜之美牧师所勉励的。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恢复跟上帝之间的爱情啊！雅各书，我们恢复跟上帝之间的爱情啊！我们自然就会想从世界的葡萄园走出来啊！我们会离开世界的葡萄园，重新进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葡萄园，而我们就渐渐会明白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一生不再是虚空的虚空，而是充满了盼望。盼望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继续透过读经、祷告、委身服事，彼此相爱，把我们从这混乱的世界拉回正轨，帮助我们每一天更多怎么样对焦在往回天上家的一个方向。我们往回天上家那个方向来奔跑，来努力。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这趟旅程的过程当中，我们将会不断的品尝到主的恩惠，主的滋味会不断让我们品尝到主的滋味，而且你也会不断经历在地如在天。如我们的祷告文常讲，在地如在天啊，的平安跟喜乐。求神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天天经历主的恩典，经历永生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愿在新的一年，我们立志，我们要紧紧的来抓住你，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让你来引导我们前面奔跑的方向。让我们每一天经历主你同在的美好，经历那永生生生不息的盼望，在我们心里面一直的滋长。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三个人信息470细数，信息470